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。今日圣经在有两页，第一个所在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书第5章18节。白话伊的圣经是316页所在，其他的版本咱看见无？帖撒罗尼书第5章18节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伫基督耶稣恁的旨意。第二页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28节，白话伊的圣经伫359页，其他版本写看见无？希伯来书12章28节，所以咱得到着为下典当的国，着恩惠，通过虔诚敬畏来服侍，互上帝欢喜。以上，这是咱要写本堂咱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迦南文化感恩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阮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主日的早时，伫遮来组织敬拜学了你，也感谢你所赐落的恩典，互阮过去一礼拜拢平安来经过。也感谢你对美国调侪遮的亲人，等来到伫台湾做福音的事工。也感谢伫即礼拜因伫迦南教会3天2暝160人，拢会当顺时来完成这个训练。主也感谢，互因去到6个无相像的所在。今年有7000个学生要来接受福音，也愿上帝你大大做工，或者所有的经济拢会当大涨，拢会当来收割。主也愿上帝你的话会当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成做阮的快乐甲帮站。献上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教会对今年开始，有来做这个迦南文化有个口号，伫遮要让大家复习一下。有个口诀是什么？真、敢、给、和睦、创新。真是什么？真诚。感是感恩、给予。第四就是和睦加创新。这5个是咱教会伫今年咱所来推动。我望这5个会当成做，毋是一个口号尔，成做是咱生活的一个文化，教会的一个文化。因为咱顶届有分享，用这个文化来传福音是上好，也是上紧的方法，会当互人就浸伫这个文化的中间，就会当来领受上帝教导甲上帝的真理。咱伫顶届5月的第一礼拜，咱有来合适着这个真诚。咱要强调的有这4项，就是咱要强调正直、强调忠心、强调诚实、强调准则。咱要对抗的嘛有这4项，就是虚假、谄媚、甲巴结、甲团话。这个事是咱要强调的，甲是咱要对抗的。所以咱用华语来把这4个强调来念一次：正直、忠心、诚实、节制。对抗这4项，咱嘛来读一解：虚假、谄媚、巴结、传舌。今日咱所要继续进行的就是感恩。感恩咱嘛有4项要强调，就是要祝福，然后要有正确好的思想、好的言语，还有谦卑。要对抗的嘛有这4项，就是爱对抗这埋怨。对抗这个无好的思想，对抗无好的言语，对抗这个骄傲，这是咱要成做这个文化，咱所爱合适强调甲对抗的目标。一般咱来想到这个感恩，现在下骹这几张相片，会互咱来做一个思考。但是咱感觉咱无快乐，咱来看这个人饮水的时阵无所在通去。但是咱感觉咱的收入无够，咱来看到有个人伊要安怎来过日子。但是咱感觉咱拢真孤单，无朋友，有个人可能比咱更加孤单。咱若感觉咱的人生已经绝望，想要放弃，有个人伊比咱更有资格通放弃。但是咱感觉咱的担当真大，有个人伊的压力是超过咱所想象会到的。但是咱感觉咱的交通真无方便，定定就咧塞车，买无车票，安尼遮住在山区遮个人，因的出入，因的交通是要安怎样来解决？
但是咱感觉社会无公平，安尼有个人比咱更较有资格来埋怨讲，这个社会真正是无公平。若是咱感觉则读册真烦真啰嗦，安尼有个人因咧读册时阵，因是用一个真感恩来伫遮来学习，真克难的方式伫遐来学习。有个人埋怨讲遮个物件拢无好食，无爱食菜，无爱食肉，拢啥无爱食。有个人因可能无啥物食会通紧，有啥物就食啥物。若是咱有个人埋怨讲爸爸妈妈管伤济，限制条条的，是但总是有个人点菜伊拢无爸母通家照顾，可能就是爱靠伊的阿兄阿姐来照顾人尔。有个人可能埋怨讲，暗时拢困袂好势，总是有个人点菜伊希望他的人生干脆就一觉不醒。因为伊感觉伊的人生有更较侪通值得埋怨的代志，这是互咱所看了，咱可能会当来反省，讲咱嘅生活中间其实有真侪当感恩的事。总是对咱的圣经感恩。咱看了这个相片，我要请问咱大家，咱的感恩真正是爱对看相片以后，咱才会晓感恩吗？还是讲咱的感恩是爱对甲别人比较？因为因较可怜，所以我献上我感谢，我也无遮尔可怜。敢真正是安尼吗？感恩的意思，我相信毋是通过甲别人来比较。若是要比较，永远比较袂了。感恩是上帝互咱的一个命令。对这定义，咱再来看，感恩伊的定义是甚物？感恩就是认定上帝主权，将每一件事交托耶稣。专心信靠信心安排，最后明白上帝恩典。好，我们用华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。感恩就是认定上帝主权，将每件事情交托耶稣，全心信靠圣灵安排，最后明白上帝恩典。感恩是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不是咱凊彩画，而是讲咱家己。看了哇，这个人足可怜，我足感谢。其实讲到感恩，咱知影这句话，常常对啥个嘴出来上多，常常拢对这个主者师兄师姐，因的嘴出来上多。总是感恩，不是主者的权利，感恩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圣经内底，咱来学习的一个生命，爱强调的一个文化。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，今日咱所读的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定伫基督耶稣恩令的旨意。我们用华语也来读一次：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感谢，这是上帝的命令。意思就是讲，咱无啥物通好选择的，不管你感觉你。顺境也是逆境，感觉你生活过了真好势，还是感觉真无拄好，总是咱都爱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旨意。上帝旨意会使甲伊更改无？是袂当更改。以弗所书5章20节，安尼来讲，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。我们华语一起来读一次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有时阵咱拢会甲人说多谢，总是伫圣经内底甲咱的教导，你爱甲人说多谢较多，还是甲上帝说多谢较多？爱甲上帝说多谢较多。咱伫圣经内底看伊讲，常常感谢父上帝。有时阵咱的感恩拢敢只有人的心上感谢我的老爸，爸爸节要到感谢老爸，妈妈节要过感谢我的老母，才会几年几节就感谢，感谢伫遮人的心上，总是咱有用教业的心来感谢咱的上帝，而且爱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。咱会使思考一下，咱把奉主的名来感谢咱的天父无？感恩的对象，毋是甲别人比较；感恩的对象，毋是嘛敢有只有人的心上。根据伫这个以弗所书5章头前这2节18节，
伊就讲唔通酒醉，爱受信心的充满。然后20节就讲爱常常感谢爸上帝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当信心充满咱以后，咱就会常常感谢爸上帝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倒转来讲，咱如果无常常感谢上帝，无得常常感谢天父，代表伫咱内底信心哪来哪少的流失，一点一滴的流失。所以咱来思考咱家己对目睭擘开，咱有感谢无？到暗时要困的时阵，目睭要擘开进前，咱有感谢上帝无？咱若无遮尔啊侪感谢，无啥物代志会使感谢，感觉时间就安尼经过，无啥物好感谢的，代表咱内底无啥物信心。总是咱内底感谢上帝，目睭一闭紧，就感谢上帝，今日是一个新搁好的一日。要困进前嘛，感谢上帝，我今日过了有真多才会稳定，代表信心规工拢家己伫地，有信心大大充满伫咱的内底。所以咱就爱受信心的充满，才会当有感谢的心来感谢爸上帝。所以感恩的定义就是认定主上帝主权，将每一件事交托耶稣，专心信靠信心的安排。最后，通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咱所伫基督徒、伫圣经所互咱合适的感恩。今日咱要对4项来看，这感恩安怎样来合适？头一点，感恩就是爱拒绝，才会野心埋怨，选择真心来祝福，拒绝厌烦埋怨，选择真心祝福。我们来念一次。拒绝厌烦埋怨，选择真心祝福。伫罗马尼书第1章12节，安尼来讲，就是我伫恁的21节，因为因既然捌上帝，若是无因跟伊做上帝，也无感谢伊。就是因会以思想变做空空，因未晓悟的心变做黑暗。好，我们和合本一起来读一次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有的时阵，咱做基督徒，咱拢知影有上帝伫遐。总是咱的生活中间，若是无来感谢，伫遐咧埋怨，无感谢伊，咱的思想就变做是空空，然后咱的心佫变做是无知。这个无知到什么款的程度？到真做是一个黑暗面的心，一个黑心的人。意思是讲，咱虽然知影上帝也无够野，咱爱有一个感谢伊的心。伊只有通过感谢伊，咱的思想才会当有把握，才会当来吸收。咱的心才袂黑暗，嘛才袂无知。所以一个袂晓感谢的人，就使讲伊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咱的心内底常常咱来做决定，决定讲我要这个要安尼，我要选择这个学校，选择迄个工课，我要选择食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我要选择要安怎投资，要安怎开钱，要安怎欠钱，等等这的，总是最后讲啥物做主，是咱的心。哥罗西书第3章讲是咱的心在做主，咱的心要安怎样才当做主？就是爱有基督的平安，基督的平安，咱再会讲一解，基督的平安。咱的心内底是毋是有基督的平安？然后基督的平安伫咱内底，咱就会当判断，咱就会当做决定，咱就会当来做正确的选择。除这个以外，咱的心爱有一个感谢的心来感谢伊。所以咱若无感谢，咱的生活中间袂当做判断。咱若无感谢，咱就真做是一个无知的人。检测咱的学位读了搁较悬，
检测咱的学习也真栽培真多，总是伫上帝来看，犹原是无知。所以伫圣经中间，诗篇讲：就感谢你伊的门，就阿乐你伊的院，就感谢伊阿乐伊的名。请问是诗篇第几篇？100篇啊，对，100分。好，这是诗篇100篇第40，就感谢你伊的门。意思是讲，当咱也无感谢的时阵，咱就找无门伫什么所在，找无门伫什么所在，咱所要行的路就永远行袂出去，永远找无目标。所以只有用感谢，咱才会当找到咱生命的门，才会当入去这个院内底，伫遐来阿乐上帝。上帝啊，你实在是真伟大！上帝啊，你实在是真有智慧！上帝啊，你实在是真好！所以咱就要用感谢来找到这个门，进入到这个门内底，会当引出咱来学乐。这是头一项。第二项，感谢感恩，就是爱拒绝负面的思想，来选择下上帝的思想，拒绝负面思想，选择合神思想。咱这位来读一解。有一只蝸牛，吼，伫真寒的冬天，伫遐爬一丛树啊，伊就少冷的，伊伫遐咧慢慢爬去树仔顶。其他的蝸牛看了，就甲讲：老兄啊，你是要爬去倒？吼，遮尔寒，你是要去倒？吼，伊讲我要去树仔顶食果子。啊，其他的蝸牛就讲：莫戆啊吧，即马寒天哪有果子，搭就搭了啊。但是即只蝸牛讲。等到我爬到顶头的时阵，这果子就生出来啊，就生出来。好，有的时阵，好，咱的人生中间，好，看到任何的事，也是做任何的代志的时阵，都会用负面来看。好，不管是天气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好，经济也好，社会治安也好，咱会愈想愈负面，愈看拢愈黑暗。总是咱是不是会当改变，用合上帝心意的思想？有一个正确的思想，互咱人生做任何的事的时阵，拢有一个望，亲像这只小小的蝸牛共款。伊看见的不是迄个辣了的树枝，伊看见是明年春天来的时阵，伊是头一只伫遐咧享受的蝸牛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60。人拢会晓背，一切无得挂虑，都着万般事，就用祈祷、恳求、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。咱来好好本来读一解，让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心告诉上。好，这是咱伫咱的这个手册内底，好，所有背着。好，后壁一个好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平安，并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好，这是咱拢会晓背经章。总是以前大人讲感谢，好，不是咱一开始就要感谢。为时阵讲我要感谢，好，感谢基督，感谢上帝，然后后壁就讲袂出来。好，后壁就无啊，唔知你感谢什么。其实要感谢，好，透过腓立比书第4章，咱看去，要感谢进前，咱就爱先祈祷。祈祷代表什么？祈祷代表咱要甲上帝亲近。咱甲上帝亲近以后，接来就是咱爱开嘴，爱求，甲上帝讨。所以咱甲上帝来亲近，然后咱就开始甲伊讨。等咱甲上帝祈祷，甲伊开嘴讨的时阵，这个感恩就会入来。好，所以咱若要感谢，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祈祷。去祈求，然后感谢，先来亲近上帝，然后甲上帝开嘴，上帝也就将伊的恩典予咱，咱就会看会到通感谢的事，看会到通感谢的事。提摩太后书前书第4章第40是安尼讲，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物拢是好，就接下来领受伊，就无一项通弃杀。因为凡神所造的物都是怎样好的，就要感谢来领受。有2个商人，好，2个做生意的人，因要去中国做生意，因要入去中国进前，伊爱爬山，爬一个真悬的山，所以在爬过程中间，好，些人就开始在埋怨，讲哦，这山这么歹爬，这山上帝怎么爱互伊较低一撮？好，我那么较轻巧一个。但是另外一个商人，伊却讲。
我足5万这粒山会当愈悬愈好。哇！另外这个就是沙漠。为什么你5万这座山，这粒山会当愈悬愈好呢？伊就讲，因为这粒山若是愈悬，代表去遐做生意的人就愈多啊，愈少。所以咱若去到迄位的时阵，哇，咱所做的生意就一定会当趁钱，一定做了真好。这是一个正面的思想，甲一个负面的思想常常在对照。咱会当对照看卖啊，咱若用负面的思想，请问这粒山，家己敢会变较低，嘛袂变较低。总是咱若用正面的思想，这粒山虽然袂变较低，但是在行这条路的时阵，咱会加足喜乐，咱会加足欢喜，足平安。同款，伫咱生命中间，在行人生的道路嘛是同款。你若思想内底一直在埋怨，这代志敢会解决？你埋怨搁较侪，共斗、共诉苦，安怎这一只咧嫌遮嫌东嫌西，这代志拢袂改变。总是咱若用正面的思想来感谢，用正面的思想来思考。我相信，虽然这代志检查也袂马上有改变，但是咱的心就会喜乐、甲平安、甲咱伫地。所以咱爱拒绝负面的思想，选择正面的思想。甲你隔壁兄弟讲，拒绝负面的思想，选择上帝的思想，选择上帝的思想。第三，根本就是爱拒绝这批评，甲这论断。要选择什么？就是爱有正面的宣告，用正面的话来宣告。咱搁等来到伫哥罗西书第3章，拄则咱所读的是15节，后面17节安尼讲：，各己所做，或是讲，或是行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，也着对伊来感谢悲上帝。无论做什么，一起来读：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无论做什么代志，也是讲话，也是做任何事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感谢。这句话我感觉真特别，感谢就好啊，爱搁奉主耶稣的名。唔知影咱伫生活中间敢有惯势奉主耶稣的名来感谢。咱一般就是讲感谢上帝。但是咱来合适，因为这是圣经教咱所教导的，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上帝。这是伫英文内底，真简单，就是讲 in Christ 伫基督内底。所以咱若甲写英语的这批信的时阵，后壁拢会写一句 in Christ， 奉主的名。刚才伫中文内底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字较侪，咱要念的时阵，较袂遐尔惯势。但是咱把它养成习惯，奉主的名，我来感谢上帝；奉主耶稣的名，感谢天父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感谢上帝，互我有今日的中昼顿，互我有今日的3顿当来啉食。奉主耶稣的名来感谢上帝，互我这个月所赚的，拢会当来拢有够养，也够有存。无论是讲话，无论是做任何的事，咱合适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上帝。咱做伙讲一解，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上帝。以弗所书5章4节讲，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什么话？感谢的话。在八卦，在开玩笑，在在空空的话，咱拢唔通讲。爱讲的话是感谢的话。有一个姊妹，伊做一个见证，就是讲有一天伊困醒爬起的时阵，伊就有一个感动，讲我今日规天我拢不爱讲这负面的话，我不爱讲批评，嘛莫论断，我拢不爱讲。伊就做一个决定，一直到阴暗的时阵，哇！伊就写日记，写日记，伊就讲哇，我真感谢上帝，今日规天我的话变足少的，因为过去伊拢惯是讲负面批评的话，所以规天伊感觉伊的话变足少，总是抑阁有，伊是今日一天中间，伊竟然
去甲一个朋友甲伊鼓励，吼，较早伊拢会甲埋怨讲东讲西，但是伊想袂到，竟然今日去甲一个朋友鼓励，因为看见这个朋友伊拄着困难，所以去甲伊鼓励，伊家己带一个，然后伊阁想到今日伊伫祈祷中间，竟然去想到一个朋友，老朋友，这个朋友是古早以前足久无联络，但是伊竟然今日去想到伊，然后阁为伊来祈祷。伊阁较感谢是伫今日，伊竟然甲伊的翁婿，甲伊回息咧，讲老公对不起，吼，因为我一件代志，吼，互你生气，我甲你回息咧。伊想袂到，伊竟然会甲伊的翁婿回息咧，然后伊的翁婿嘛甲伊回息咧，哇！因的翁仔某就疼来疼去，足三疼，吼！伊讲一工安尼经过，伊根本就无做啥物，伊甲伊的喙安尼禁起来，吼！这埋怨的话、批评的话、负面的话，莫讲，上帝就家己互伊稳定。伊讲拢是自然而然就来，所以咱来学习，看对这个见证，咱知影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用正面的话取代负面的话，上帝稳定自然就会降落来，上帝稳定自然就充满咱。咱就会当活着每一天拢平安和喜乐，所以后来这个姊妹，伊就知影这个好处，伊就对这一天开始，第二天嘛安尼，到近就变成是他的习惯，变真侪是伊的习惯，伊无搁讲负面的话，负面的话亲像啥物？负面的话就亲像一滴毒药，一滴毒药共款。吼，刚才伊是一点点惊尔。但是你若一滴就滴落去这个喉仔内底，请问这杯敢有人敢啉？还是我滴落这滴，吼，是这个起云剂、塑化剂？请问这罐量的请你有人要啉无？嘛无人要啉。负面的话，希望来看是一个小事、小可代志啊，有也好，无也好。但是你去互伊治着，听入去，你来想入去，你来记伫心内底，伊就污染你的内心，污染你的性命，就去迄滴的毒药去互伊拍歹。所以咱就爱学习拒绝这批评甲论断。对今日开始，好，咱嘛甲上帝约束，讲上帝啊，今日礼拜做了，我出这个拜堂厅的门口的时阵，我会禁我的嘴，莫讲这负面的话。咱来试看卖啊，看上帝对的中道靠阴暗，伊有啥物款的稳定来带互咱，咱会当互相来学习。好，请甲你隔壁兄弟讲，爱讲正面的话，拒绝负面的话。咱拢会当对今日中道开始，佮甲伊讲，对今日对现在就开始。好，多谢咱会当学习，对现在就开始讲正面的话，拒绝加负面的话。最后感恩，感恩就是爱拒绝这个骄傲，这个操弄，选择温柔甲谦卑，选择温柔甲谦卑。哥林多前书14章17节讲：你的感谢是好，那是别人无得到建立。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怎么样造就别人。感恩的目的是什么？感恩的目的，好，底下咱会当看到，就是爱造就别人。无你嘛感谢，但是上帝讲，这个感谢虽然好，还阁差一块，就是你袂当造就别人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会像我有听真侪人在分享见证，参加祈祷会也好，伫外口也好，看电视也好，听到真侪人在分享伊的见证。有的人见证听了以后，哇，你会甲伊阿门，讲哇，对，真正感谢上帝，上帝稳定教育咱因。但是有的人见证听了以后，伊会开始安怎，心内底怪怪。好讲，上帝啊，哦，咱会开始讲，上帝啊，你祝福伊，好，安尼无祝福我，好，你听伊讲，有人见伊讲，上帝遮尔疼我，上帝遮尔照顾我，上帝对我偌好偌好，结果咱听伊讲一大篇了后以后，咱拢袂感谢上帝，咱开始埋怨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哪对遐好，啊无对我遮好，
咱咧讲感谢话的时阵，咱爱思考是毋是对别人有造就。咱咧讲感谢的祈祷的时阵，是毋是互人听了后，互人伊嘛当甲咱做伙阿门来感谢上帝，还是互人听了后开始埋怨上帝？耶稣上讨厌的就是法利赛人甲遮个文士，遮个人因是安怎感谢？因感谢的时阵，就徛伫拜殿的中央大声祈祷；若是伫外口，就徛伫路口大声祈祷，讲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伊杀人放火，所以我感谢你。哇，这是法利赛人因的祈祷，因是安怎救助别人，然后来提高家己，伫遐来表出讲伊家己是偌好偌傲。这种的感谢，上帝不爱。因为你一方面敢是咧感谢上帝，另外一方面是咧侮辱上帝。你讲遮杀人放火的人无好，你讲遮散车的人无好，讲遮变衰的人无好，沉迷的人无好，是不是意思是讲遮个人的上帝嘛无好？所以等于是咧侮辱上帝。所以上帝爱咱的感谢，是会咱造就别人。咱做讲造就别人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15节嘛是讲安尼，这是保罗伊的原则。凡事我们一起来读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最后的目的就是因根归乎上帝，功劳归乎大家，喜乐归咱家己，感谢。就是为着别人，不是为着家己。感谢是互上帝恩典，叫别人买当得着。我伫遮咧感谢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恩典不是讲互我，嘛要互恁。感谢，等咱大家拢得着上帝恩惠的时阵，对上帝感谢就拿来拿做，袂亲像拄则我所讲的。有时阵咱讲感谢的话，总是别人听了后，伊袂甲上帝感谢。伊甲上帝啰嗦，伊甲上帝埋怨，这毋是好的感谢的见证。好的感谢是互别人听了后，做伙欢喜，做伙感谢，做伙阿乐上帝。有真侪时阵因为做牧师的缘故，所以有常常受到真侪兄姐会讲牧师啊，我足感谢，真甲你感谢，感谢你来主持阮的婚礼，感谢你来参加阮的家庭礼拜。牧师啊，感谢你来主持阮什么人的告别式，拢会甲牧师讲感谢的话，总是等我大概在听的时阵，会有那种承受不起，承受不起。你甲牧师愈感谢，牧师感觉我里面压力越大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做的，是谁做的，是上帝在做的。所以等到我较常常听到的，是讲感谢上帝，牧师咱会当有伫即个个别式中间，上帝恩典真正大大帮助阮的家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主，互阮即个婚礼会当真顺利来完成。感谢上帝，互阮即场家庭礼拜，大家拢得到帮助。我毋知影，其他做牧师的人，是啥物款的想法？那毋是讲毋通甲牧师讲多谢的话。意思是讲，咱要感谢人进前，咱爱先感谢上帝。不管你要感谢的是你的爸爸，感谢的是你的老师，感谢的是你的亲人、朋友等等，拢爱先感谢上帝。因为圣经内底甲咱的教导10条诫内底，是爱尊上帝最大，爱孝敬父母。总是伫圣经内底真罕地讲，咱爱去感谢人。伊嘛袂讲，咱爱感谢阿伯拉罕，咱爱感谢摩西，咱爱感谢大卫，拢无。上帝只有讲爱称谢、爱亲谢、爱感谢主、爱阿乐伊的名。所以上帝让咱的感谢，特别做基督徒，咱的感恩，毋是讲放伫人的心中，是咱放伫上帝的心中。安尼，咱的感谢才当去造就别人，互别人得到利益。别人嘛当得到对上帝来的恩典甲恩惠。伫圣经内底，有这个5饼2鱼的神迹，5块饼2尾鱼，这个故事咱拢真熟。咱嘛知影是一个囡仔摕伊家己所有的来，
总是咱看见是5000个人巴肚枵，总是耶稣摕着这5块饼2尾鱼，头一件事是啥物？摕起来祝谢祈祷，等于感谢了后，伊毋是讲上帝啊，这5块饼2尾鱼5000个人巴肚是要安怎饲？伊毋是安尼甲上帝斗，伊是感谢，等耶稣一感谢，然后才会食的米，上帝气力就临到，或者食的米团一直团落去，大家拢有食到饱以后，还佫有剩10年拿，所以当咱感谢的时阵，就当带出上帝能力；当咱短感谢的时阵，上帝气力就要甲咱支持，伊就互咱袂欠缺，而且稳定到夜咱用。互咱的感谢，互咱的稳定；感谢，互上帝稳定到夜咱用。请甲你隔壁兄弟讲，感谢，互上帝稳定到夜咱用。所以感谢，敢若亲像一支锁匙，这支锁匙是咱开天顶的门。咱要开天顶的门，互上帝来供应咱，来帮助咱，就是爱常常掠这支感谢的锁匙来开门。上帝伊就互咱有气力去造就别人，毋是为着咱家己来造就别人。所以对咱会当过来复习咯。好，这感恩这4项，头一项感恩就是爱拒绝厌烦埋怨，要选择什么？真心祝福。感恩要拒绝负面思想，选择和感恩要拒绝骄纵操弄，选择柔和谦卑。对不起，好，那是第4。好，赶紧客气啊，看大家有认真。好，第3，感恩要拒绝批评论断，选择好，最后才是拒绝骄纵操弄，选择柔和谦卑。今年第4章23节讲，好，咱爱保守咱的心，因为咱的心一心的功效是对咱的心出。好，咱的心，咱来内底藏的是生命，所结出来果子就是生命。咱的内底若是有这个感谢的心，咱所结的果子就会拿来拿去。但是咱的内底的心有一滴的这个毒药，检测好，咱就袂滴，咱就看无这个果子，这个果子拢歹了了。诗篇50篇23节讲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怎样荣耀我。感恩嘛是一种的献祭，有时阵咱咧奉献，嘛有这个感恩的奉献、金钱的奉献、时间的奉献、温书的奉献、才能的奉献。感恩嘛是一种奉献，奉献做祭，这个祭是当来荣耀上帝。好，所以感恩真简单，免开钱，免开时间，嘛免搁特别去学什么。学习特别去学什么功夫才当用，感恩是随时拢会当献给主、献给上帝上好的礼物。第希伯来书好12章28节，也是咱今日所读的。咱所得到这个未震动的国，就着常常感恩，照上帝所欢喜的，用敬虔敬畏的心来服侍上帝。一个感恩的人，伊毋是讲感恩那念，伊一定爱进入到服侍，用伊的感恩的心去服侍主。不管叫伊做大代志、小可代志，伊拢甘愿欢欢喜喜的做。伫即礼拜中间，好，咱有对美国转来160个，好，遮的青少年拢是美国人，伫美国出世的台湾人，因转来台湾要做这个福音的事工。总是咱的教会嘛出动真侪遮的兄弟姊妹志工，直接来款菜，吼煮食互因，安尼过3顿，吼甚至有诶5点，吼就要去菜市仔款菜，款遮的菜，款遮的料，吼准款到中昼，然后搁中昼袂当休困，马上搁准备遮的暗顿，连续3天，吼到后礼拜还搁继续。好，总是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咱做这个代志，咱就袂亚心。好，因为感谢上帝，互我这个时间，我当来做这个代志，做这个代志。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个温书，我当做这大鼎的饭、大鼎的菜，互人来食。好，做了不管好食无好食，好感谢上帝。好，这所食的拢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拢是出自上帝。
伫咱酒部内底所业这一期的更新，咱当着摕出来看，这期所业的更新，加着写感谢的魅力。伊内底顶头写讲，当一个人感谢的时，就会充满喜乐，有朝气，有活力，还可以治好忧郁症。当人感谢的时阵，会变愈来愈健康，这烦恼拢会无去，变做是一个有魅力的人。这痛苦甲这的生气拢会无去，也会当去忍受这的欠缺。若是感谢，就袂空虚，能珍惜当下。就算讲咱受伤，咱嘛会当去疼别人，生命拢愿意互人。当一个人感谢的时，甲其他的生命就有交流。就算讲是简单平凡的事，嘛会当看作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感谢就是认定上帝主权，将每一件事交托耶稣，专心来信靠信心的安排，最后明白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这礼拜咱有小组这3条问题，咱当开始来思考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人，咱有多一项爱搁较加强、甲努力。咱把拄着埋怨、绝望的事，总是这的事，咱要安怎样来感谢？也是，咱就照拄则所讲的，咱对今日开始，礼拜煞开始，咱就奉主耶稣的名讲感谢的话。莫阁讲遮批评、论断、负面的话，看上帝予咱什么款的恩典，咱会当伫小组内底参加来分享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阮感谢，予阮对感恩、对圣经、对来了解合适上帝你所爱的感恩是什么。主，阮也有真侪亏欠，因为阮的感谢也无够野，愿信心帮助阮。予阮合适凡事感谢，将阮心内所爱甲上帝讲，上帝你要赏赐阮厝人超过人所想会到的平安，伫阮的心思意念内底。愿上帝你的恩典充满临到阮。这个时阵，我们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来个别阮的信用。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独一的真神。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信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并十字架死，国外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国和。伊的神就是信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贵人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。直到主过来，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最好的使者是普世的，佮定军伫本地，领导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望的记号。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罪得赦免。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，归因跟上帝。愿是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信心的心。总是人有罪。用这的因素破坏人、万物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着把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、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。